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9册第2课。阿伯要卖饼。阿伯本底是司机，退休了后，经营无代志，想要摆摊来卖饼。先去买鼎学煎饼，一块饼、2块饼、3块饼，煎甲规大鼎，叫厝边头尾拢先来互伊请。练习医生、护理师、警察、记者、生理人、总铺师、图纸、做事人、相命先、涂水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。我大汉想要做医生，护理师替阿公量血压，警察会保护人民的安全，记者咧报新闻，阿叔是一个生理人，总铺师煮的菜真好食。做事人上惊风台，相命先真贤讲话，涂水师咧起厝，陈律师去法院开庭，替人拍官司。伊做工程师10外冬啊，阿丁。这便当的菜，你哪食无了咧？因为遐个菜，我拢无介意食。你敢知影？这个菜是做事人流汗辛苦种做的。俗语敢毋是安尼讲？一粒米，100粒汗。好啦，我以后一定甲菜食好了。恁大汉想要做啥？我想要开店，做一个生理人。我足够煮食。大汉想要做总铺师。我想要教人哆来咪，做音乐老师。只要认真打拼，行行出状元。